扎西德勒人，大家好，我是 Dancing Danda，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台中拜访朋友，并且参观他们庄严的佛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佛堂吧。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主尊释迦牟尼佛，左边有莲花生大师，右边有宗喀巴大师像。那他们呢，也在佛像的前方摆满了非常庄严、品质非常好的贡品。接下来我们往上可以看到，上面呢有3尊佛像，中间呢是释迦牟尼佛，在左边是药师佛，右边呢是阿弥陀佛。那后面的墙上呢，左边是皈依境，也就是道次第资良田的唐卡，右方呢则是五方佛的唐卡。我们再往上看，可以看到有一尊金刚萨埵的佛像，那旁边呢有一尊小小的大鹏金翅鸟嘎如扎的像。左边墙上有一幅色彩非常鲜艳、非常庄严的妙音文殊的唐卡。那在这一幅的唐卡上方有一幅药师佛及7如来，一共8尊如来的唐卡。那右边呢就是刚才看到的皈依境道次第资良田的唐卡。宗喀巴大师像的旁边有一尊度母像，我们可以看到这尊度母像呢非常的特殊，在宝冠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的装饰，那也非常的精美。这一尊度母像的上方呢有一幅3护主瑞松拱波的唐卡，那中间的主尊是4臂观音，下面呢有妙音文殊以及金刚手。墙角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尊莲花生大师像，莲花生大师像的后面呢有转经轮，再往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宗喀巴大师像的照片，以及一幅度母的唐卡。在这一面墙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幅相当巨大的唐卡，这幅唐卡的面积占超过了这面墙的一半。那这一幅唐卡的内容是西方极乐净土，我们可以看到在唐卡的最顶端有五方佛，那往下呢看到中间的主尊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以及大势至，那旁边呢就有很多诸佛菩萨以及净土眷众围绕，是一幅非常特殊、非常精美的唐卡。那在西方极乐净土的唐卡的前方，朋友有供奉了一尊4臂观音，那旁边呢有曼达盘以及呢6金的五方佛冠。我们来看一下五方佛冠，把五方佛冠摊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是5片佛牌这样连在一起，那下面呢稍微有一点弧度，因为这五方佛冠在法会仪式的时候呢是要立起来，然后呢绑在头上的。在法会仪式的时候呢，就会将五方佛冠给立起来，像这样子把它绑在头上。极乐净土的这一幅唐卡的旁边，上面那一幅是长寿3尊无量寿佛、白度母和尊胜佛母。那在下面呢，有一尊白度母，站姿的白度母。在另外一面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幅的唐卡。那这一幅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藏传佛教4大教派的祖师的唐卡，中间呢是释迦牟尼佛，那左上方呢有宁玛派的祖师，右上方呢有噶举派的祖师，在左下方有萨迦派的祖师，以及在右下方呢有格鲁派的祖师。所以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和4大教派的祖师的唐卡。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的唐卡，在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的旁边呢，有一幅普贤菩萨的唐卡，这2尊唐卡呢都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漂亮。
在坛卡的前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尊白玉雕制而成的慈氏弥勒像。这尊慈氏弥勒像呢，是由一整颗白玉雕制而成，雕制完后呢，再进行上色。那这一尊慈氏弥勒像呢，重达200多公斤，那它的雕工跟上色呢，也都非常的精美，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收藏。除了四面墙上呢都有唐卡跟佛像以外呢，在天花板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幅五方佛的唐卡。这个特辑我们要来学的是五方佛的藏语。五方佛在藏语里面叫做 Gewa Ringa，Gewa Ringa。Gewa 是胜利者、胜者的意思，彻彻底底的打败二障，断除二障者就只有佛，因此这边的 Gewa 指的是佛。Ri 是种类的意思， Nga 呢是五。所以 Gewa Ringa 指的是五种佛。另外，在有一些仪轨里面会写到 Deshe Ringa，Deshe Ringa。Deshe 呢就是得心谢把，得心是如同，谢把是行走，所以得心谢把就是如来。所以 Deshe Ringa 或者得心谢把 Ringa 指的都是五方佛。那另外我们在讲五方佛冠，我们也会直接讲人啊，所以有些时候在讲人啊，我们就知道是在讲五方佛。五方佛当中呢，不动佛或者阿处佛，藏语是米觉巴，米觉巴，米是否定词，觉巴是摇动、晃动，所以米觉巴就是不动佛，米觉巴。大日如来或者毗卢遮那佛，藏语叫 Nambar Nangze，Nambar Nangze。Namba 是外形、相貌、样貌的意思 ，Nang 是显现 ，Ze 呢是做的敬语，所以 Nambar Nangze 就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 ，Nambar Nangze。阿弥陀佛呢，藏语是巴梅巴梅，是光，巴昧是无量，巴呢是测量、了解的意思，梅呢是没有，所以巴梅就是无量光。另外呢，无量光佛在藏语呢还有一个名称是 Nangwa Taye，Nangwa Taye。Nangwa 是光明、明亮的意思，他业是无边无际，所以 Nangwa Taye 就是无边无际的光，无量光。Nangwa Taye，Nangwa Taye。巴梅指的都是阿弥陀佛。宝生佛藏语呢是 Rinchen Jongden，Rinchen Jongden。Rinchen 是大宝的意思，种是产生，den 是具有，所以 Rinchen Jongden 就是宝生佛 Rinchen Jongden。不空成就佛的藏语是顿月主巴，顿月主巴。顿是意义，月呢是有，主巴是成就、成立，所以顿月主巴就是不空成就佛。顿月主巴，顿月主巴。中文里面呢，称这五尊如来为五方佛，是因为在仪轨当中，分别会将这五尊如来观想在东南西北中间等5个方位，因此称之为五方佛。那由于每一个本尊的不同以及仪轨的不同，因此呢，在不同的灌顶、不同的仪轨里面，观想这五尊佛的位置也会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影片。那么到底玉了破的啥呢？玉的外面是个谁？外面个是印度啥呢？他讲的是人呢？外面个是个什么的？这印度啥呢？
릭조 에바메 그직을 보고 임베 디 전지기 지난절에 아니 금디 투지부 왕슈네 매돈도에 아니 릭강을 보고 디드 제외 상제 아니 최도시 사인다 다들이 투지부 왕생의 상월로리아 아니 상제 최도시 세네 자송아这个影片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灌顶的影片。灌顶有一个环节是植花，领受灌顶者会将花瓣抛下，看花瓣落在坛城的哪一个方位，要取命名。影片当中，花瓣落在坛城的中间，而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它的部主是阿弥陀佛，因此呢，命名就取为阙夺阶法金刚。阙夺阶，阙是法的意思，夺阶呢是金刚，阙夺阶就是法金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影片。咱没到娱乐跑，没具备这些，经过了，往古月高了呀的，日看一不的，我出来下个的日没具备这些，但没具备这个简直个名的没具到这。다 들는 순데 투지심be 왕 톰네 상세 미규도지인다 미규도지 죄송아 도시야 미규도지 짝와 도시야 这个影片是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授世间自在观世音灌顶的影片。影片当中一样，花瓣是落在坛城的中间。由于世间自在观世音它的部主是不动如来，因此命名取名为不动金刚米月夺阶。那现场呢有一个小孩子可能胖胖的，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开玩笑说米月夺阶哑巴呢就是胖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影片，在不同的灌顶以及不同的仪轨当中，这五尊如来观赏的位置呢也会有所调整。咱跑过主席新闻，登记经过下一个主席过去，查的是你的用处作为二类呀，百万大万件，有升个这个了呀，土地这部查动监动，下了没就吧，老是人进去的，弄得那帮是长途团主办的得到了。在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的灌顶当中，达赖喇嘛尊者说，观想坛城的中间是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在坛城的东方是不动如来，坛城的南方是宝生如来，西方是大日如来，北方呢是不空成就如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影片。大家的现在看个娱乐呀，讲的是，娱乐讲的是，或者民主讲的是，但呢，下头南老人中，弄到吧，长途团要做吧，但呢，过去了也这个嘛，下过嘛，加州嘛，直播嘛，现在我们谢谢都是这个的，但特别经过结束上吧去啊。达赖喇嘛尊者在灌世间自在观世音的灌顶时，有说到要观想坛城的中间呢是不动观世音，那在坛城的东方是毗卢遮那佛，南方是宝生佛，西方是阿弥陀佛，北方呢是不空成就佛。由此可见，在不同的仪轨以及不同的灌顶，因为本尊的不同和仪轨的不同，这五尊佛所观想的位置呢也不尽相同。学完五方佛的名字以后呢，我们来学五方佛的名字的简写。米月巴不动佛，它只有3个字，所以没有简写。大日如来 Nambar Nangze， 它可以缩减为 Nam Nang， 或者是 Nangze， 不管是 Nang 还是 Nangze， 指的都是大日如来。宝生佛 Rin Chen Zhong Den 可以缩减为 Rin Zhong。阿弥陀佛五巴梅也是只有3个字，所以没有缩写，但是 Nawa 他叶可以缩减为 Nangta， 而不空成就佛顿月竹巴可以缩减为顿住。
敦住。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的那一集里面，有讲到说达赖喇嘛尊者小时候的名字是哈摩敦住，这边的敦住呢，就是不空成就佛。我们来看几个影片。大家呢，囊在，囊下去囊，真的人中，真的囊他，真的敦住。影片当中呢，达赖喇嘛尊者有说囊在指的就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忍中呢，就是忍千迥颠宝生佛，以及囊他指的是囊瓦他耶阿弥陀佛。敦住呢，就是敦月主巴不空成就佛。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给我忍啊，给我忍啊，得些忍啊，得些忍啊，米个吧。米个吧，忍千迥颠，忍千迥颠，忍中，忍中，南巴囊在，南巴囊在，南囊，南囊，囊在，囊在，巴没，巴没。囊瓦他耶，囊瓦他耶，囊他，囊他，敦月主巴，敦月主巴，敦住，敦住。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辑，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这是的嘞。